南潭国小伫今年初打造专家义市国校内面上届专业的猎捕摄影棚。即届校内期间，佫举办营队，互囡仔了解影音制作的过程，也互囡仔去翕新闻做主播，体验新闻记者的工作。在南潭国小的生态池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。开始录影进前，老师来为囡仔做最后的指导。家己是南潭国小校内营队活动，安排新闻制作的课程，唔但互囡仔找新闻、拍影片，搁来做主播，家己来报新闻。觉得念那些台词就是很好玩，很好玩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看到自己出现在电视上。啊，囡仔较早伫小学的时阵先接触这设备啊，这物件，这课程啊，对因未来发展是袂歹的。今年初南潭国小伫学校内底起摄影棚，搁成立社团规划课程，希望互国小的囡仔会当为细汉就来入摆媒体，知影新闻是安怎来的。学习到怎么录影、拍照跟当记者。你觉得好玩吗？很好玩。咱即马叫做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应用啊，吼，所以咱配合这国际教育啊，甲媒体素养教育，互咱的囡仔有一寡新科技，啊个新的迄个技术，啊个咱即马随手可得的手机啊，会当来应用的机会。社团老师表示，即马已经是多媒体影像甲声音的时代，结合教育甲媒体科技，互囡仔透过制作影片的过程，培养思考的能力。面对影音甲资讯爆炸的时代，希望囡仔未来会当真做一个巧巧的观众，豆豆仔累积媒体素养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